人口老化的问题，全世界都提关心。我国的长期照顾服务法去年5月底上头通过的，更加一定要件要确定的是钱要对哪来，保险制、税收制各有好坏。大家真关心的是安样呢？哪会有拉喎？对一条社福团体来讲，老化议题当中，弱势当中的弱势，韩国係本人受利。像心智障碍者，因为老化的速度比一般人韩国高，差不多2倍個加喎。像智障者45歲都算老人家的。照衛福部的統計，104年第3季，全台灣45歲國家的心智障礙者有149300人，其中有22000人的45歲以上的智能障礙者，如係眼的頂上會聽到人講嘅老行醫。嗰度嘅老行醫係由老人家如伊人嘅也愛來吐嘅，加伊人如因來因老嘅，萬人來照顧伊人呢。自講輸送業老不止眾多上嘅東方，款待公營嘅禮盒，準備外邊多菜都好，可以去看老行醫阿淑鳳。哎，羅媽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趕淑鳳洗澡啦。哦，原來在洗澡啊？洗好了沒有？還沒有，我叫他泡在那邊。哦，好好好，那媽媽，我是先拿物資過來給你了。好，謝謝。去看佢嘅樣兒，羅媽媽當地嘅同52歲嘅妹爺阿淑鳳寫成腳。阿淑鳳60加下，衝動嚟農業，是知道腦部受傷，變做嚟去行醫。啊，淑鳳你都平常都每天都要媽媽幫你洗哈？對啊。我那媽媽你這樣就忝了呢。啊，有什麼辦法？欠他的債啊。哦，你上輩子欠他的債要還。對啊，還沒看完呢。哦，煩死了。雖然講東法，不過就算老媽媽已經會80歲咧，腳也唔多會行，行係對阿淑鳳動炒飯，當然你動用心嘅看顧妹嘅。你要搓幾遍？不會洗。我是大概有6歲洗骨洗才3歲。只有擺我嚟使用就樣嘛。喊拜生意呢，無人看顧，安用嘅生活，也係大家喊伊嘅夜歸一定受啲嘅。老媽媽也兩隻愛嘅情緒，就會沙飛1棟以內其中一類嘅。大概有1-2萬的像淑芳家比較年長的一個智障者的家庭，全台灣有這麼多。對，那其實像我們自己去很多家庭做訪問的話，其實像很多家庭會講說，希望孩子比自己先走。對，因為他覺得說他想要像媽媽會想要照顧淑芳一輩子，然後不希望說，之後自己已經走了，他還在，但沒有人照顧的那種感覺，其實他們是很害怕的啦。伊度喊伊就算看起來唔係伊度細，不過身體機能已經退化凍結，唔像今年人可能都會65歲，還腳門欠欠，全看唔出記錄。喊伊上啲45歲過後開始愛面對老化。很多研究發現哈，我們的聲音障礙者，他還沒有65歲的時候，他就有一般老年人的身體狀況，比如說他的這個視力啊、聽力變差，然後腸胃機能也變差了，甚至於說心血管疾病，或是其他的這個呼吸道這種疾病都出來了。那我們的心智障礙者，尤其是智障的朋友，他是終身性的障礙。我們國內也有發現哦，就是大概在45歲以後，他們這個狀況會更為嚴重。他有可能他腦麻，他需要搬動，他需要移位，然後家裡其實又不是很大，又不是所有的家庭都用得起所有的輔具，他就會照顧起來很吃力。扭屁股，扭屁股。定負沒關係，慢慢扭。哦，4公里這麼高。認證負擔實在太重，是由社福機構來填數。依度身心障礙嘅機構未注意到長期照顧嘅問題，故所會建議從照家業，打造出重複卡嘅感覺。我就會拿自己的家人哈，譬如說，我們一般的人哈，就早上可能會有一些去上課啦，老人家也有老人的那個遊戲呀。那晚上回來之後，一些客廳，挨喺眠床前挨不要挨東西。
就做对不用嘛。那这些老人家也是一样啊，所以老人家也是有自己喜欢的家人啊，不可爱饮啊、胸片啊，就不用给些东西，就这个整个环境都是他们可以用的。主题不摆到重复拍嘅用嘅安慰器，為羅漢兒安心啲也hết。佢叫嘅職能治療師，咪會照羅漢兒嘅功能情緒，設計幾下條講義嘅發通，將佢教作控嘅遊戲，從主位或塗下條，為上幾下條很來復現。譬如說，治療師、護理師希望他做什麼，可是他不喜歡，那我們可能要想辦法讓他喜歡。好，所以其實他們在做一些桌遊的原因是，有些人可能他需要手部功能，好，有些人可能需要畫畫有大肌肉，那我們就會希望說他的需要跟他的遊戲做一些結合，然後一方面是有成就感的。也是桃園真山米家業，總向照顧太快是唔嘅羅漢兒，不過其實還有一多嘅羅漢兒排列嚟定定外落來。天氣嘅工廠經過嘅半夜將總有錢來去學習，也是天氣嘅工廠將完成建築體嘅部分，行為潛定為人來聽困顧，韓國為實施實批亞調都有困難。做到從天鵝戲內嘅大門東派頭，南澎城嘅浪漫散步同田野草結，亦都未係啲岐山嘅天鵝堡，未係東島漢兒上嘅係啲木卡。以天鵝堡來講，其實進來的孩子，我們說他已經就會一輩子在這邊居住了哈，在這邊生活了哈，所以我們是等於銜接就是家庭之後，來等於是取代了家庭的照顧的責任，那我們也希望能夠營造這邊是一個大家庭的這樣子的概念。今天要來玩遊戲了哦，來，你有沒有？各位看這裡，看這裡，有沒有看到地板上有什麼？有積木，對不對？對，好，對，好棒，楊婷好棒，要猜什麼顏色的？喜漢兒嘅經費為到委託配國提起嘅喜漢兒家庭天數，第岐山前面也搭梯，成立2年人嘅天鵝堡，現時總共有50人嘅漢兒嘅也hết。當日職能治療師委託目標用中外嘅漢兒，可以合適地發通遊戲課程。我們會利用一些遊戲的方式，然後去訓練他們一些出大動作啊，就是一些大關節啊，然後一些平衡。其實因為通常在機構的學服務對象啦，他們其實是比較少去動的。那其實我們是用遊戲的方式去增進他一些動機，讓他願意去活動，那來避免他的一些出大動作的快速老化。啲天鵝堡還有一件多感官功能室，用電工音樂亞調為漢兒戲名戲詞，是將會客廳，還會安排有口語能力嘅漢兒來認識數目師同日期亞調簡單嘅課程。好，過嚟啊！好咧，安尼過嚟變一般筆冊，下背好，安尼執好，安拿來廚房空，拿來廚房空哈。拄迄有進步，愛怎要講按3點做伊落啦。嘿，伊以前佢唔曉講話，伊咧多數下包要講自己發出來安尼。嘿，伊通會識啦，就是伊都安尼口語的問題啊。嘿，大部分來講伊都通會識。就是說，他學會怎麼照顧別人，然後比較懂得說，在家裡還是很幸福的，因為畢竟出來外面跟在家裡還是有一點點差別，那好像因為他有多接觸了很多層面，所以在智商上，我發現他有進步一些，比如說他在理解東西，或是在學習東西，也比較快了。結構度方還有一個算係漢兒嘅歡喜農業，啲亞特嘅功能較好嘅漢兒，大幫其中去採樹嘅過程就會有成就感。另外，摘下來嘅菜，咪係亞特漢兒嘅空間色彩。
主题职能治疗师嘅课程指导，还有24点钟困顾吉亚条嘅高保研，主要为负责困顾吉亚条嘅日常生活，仲系刺激亚条食饭、生活功能嘅训练亚条，同困顾一般嘅老人家都冇相用。因为一般的老人家年纪较会标，正常人咪标准能力马过正常也少能马个会讲，也都冇完全看功能咯，有种完全冇摆设一地方冇讲。因为来生活蛮过辛苦啊，人家生活习惯，人家天天的吃，嘿，过因来有唔习惯的来唔习惯是有嗰度，唔是因为嗰度，跟一般人可能都冇相同的行为出来，人就慢慢的要该搞。当然，这家长照顾常年这样照顾很辛苦，他们情绪有的时候很沮丧，会愤怒，然后。都会找我们，有的时候会跟我们抱怨。那其实我觉得，现在我们工作人员，除了要把服务对象照顾好以外，家长的情绪也是我们要去做陪伴。困顾老汉兒嘅時間同精神體力比困顧一般嘅老人家還較多，故所相關機構愛持相關人力無按簡單。就衛福部統計，104年第三季，全台灣大概有28萬2千人嘅心智障礙者，45歲以上嘅就有14萬9千人，強大嘅52%。每因這一度智能障礙者，還合併有其他情緒問題，像係自閉症、亞條。一度省中機構人力唔大，故所唔多上會數據亞條。我们现在全省大概只有176家机构，就是我们讲心智障碍可以服务的，大概在150-160家。那这150-160家是不是所有的机构都愿意收跟提送？这是一个现在的困境，就是他也会考量，尤其现在劳基法。就是工时又在降，然后你人力就应该要再提升，可是原来的人力比去聘来的人已经不够可以调节。我们普遍目前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，就是在专业人力的招募。好，那当然这几年也是配合长照法的实施，在很多单位开办了照顾服务员的训练。这些培训其实很多可能都是因应老人的照顾训练的内容。去开班，反而对于身心障碍这边的那个服务，它涉猎的是比較少的。因為長照服務法喺去年5月的正式審討通過，按算喺106年5月的會正式實施。現正現時和動地嘅準備，衛福部表示會先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來推動長照服務。105到109，我们会建制一个就是资源部件的计划，让这个障碍者他白天他就可以到社区里面去接受各项的服务，那晚上可以回到家。那机构的话就是目前呢也有全日型的住宿机构，对于家庭呢支持度比较差、功能比较差的没有办法照顾他的不得已才送到机构。有關長照制度出現嘅長照保險法嘅草案，佢嘅定義行政院第600院審會期提出嘅優先法案，現在民進黨主張愛用稅數制，故所還會再個討論簽出共識。那對政府來講呢，因為預算恐怕不足以支撐比較整體性的長照的服務，所以我們希望從自助互助的角色這個精神，來讓全體國民大家能夠共同來分擔這個風險。如果是稅負制度的話，其實它就跟現在的福利服務不會有太大的差別。我覺得這樣的方式是最快可以 fix 起來，但是它的限制就是說，它一旦是賦稅制，它一定會有預算編列的問題。那預算是不是可以編到讓所有的需求者都滿足？這個是一個最大的擔心。保險制一旦開辦以後，是它可以確保我自己繳的費我可以用，我要用你不可以拒絕我。好，那但是它的問題就是說，如果它這個地區沒有服務，它一樣還是用不上。然後我們覺得國家資源應該要優先去創建偏鄉的服務嘛。呢度同委員長照服務嘅人冇乜嘅資源，唔曉得同政府提出申請。政府團體就說，將老漢兒亞族冇資源，唔主動人從事嘅人，
還會本日聽標題。家頭期望政府啲詳細嘅查看啊，要按到乜嘅資源，要按到乜嘢是要加下，未會記得也到年。